罗总统发表详细演说，讲咱顶军台湾75党和中国互相无属于对方。中国批评罗总统话出头咧讲台湾独立。旧号明尼顿扫入去美国佛州，当地透风落雨做大水，无外300万人无电通用。气象署直报暗时11点开始会发生珠暴，维持54点钟久，预测定位可能会变较无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戴金。气象署咧发布直报，预估为现主时暗时11点开始会发生珠暴，而且会维持54点钟久。这上大规模会达到强烈珠暴等级。加在咱台湾的纬度较低，未直接影响到送电系统。总是讲，这预测定位可能会变较无准。太阳的表面强烈爆发，和面积真大，而且磁场的结构真复杂的乌子群，爆发出 X1.8级的闪火，同时阁有明显的日变物质弹射。10月7号发生的时阵，对准地球的方向，气象署太空天气特报弹射出来带电粒子，暗算伫10月7日的暗时到11左右到地球。伊个电磁扰动会明显增强，而且持续影响差不多54点钟，相当规模可能抵占到强烈珠暴的等级。强烈等级的地磁风暴，对于高纬度地区而言呢，他们的输电网路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还有就是通讯方面也有可能会受到很明显的干扰。不过对于我们台湾而言呢，这些太阳来的带电粒子，它其实并不会直接轰击到我们台湾的上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能会因为受到一些无线电通讯的干扰的缘故，使得呢我们的定位会短暂变得比较不准。台北市天文馆讲，伫高纬度的地区有可能超载，也是跳电，维持通讯受到干扰，极光出现的纬度嘛降低。台湾因为纬度较低，维持通讯和电力是无受到直接的影响。会当看的是，最近几年上港的卫星，旧金山阿迪达斯卫星，拄好弄过太阳和地球看过去的方向。彗星穿越太阳前方的身影，那也同时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带电粒子杂讯朝向地球的方向轰击而来，使得画面看起来雪花点点，非常的多的这些杂讯，就是呢卫星受到太阳喷出的物质造成的明显影响。台北市天文馆讲，旧金山阿迪达斯卫星10月7到11经过太阳的头前了后，会一步一步离太阳愈远。12开始，共款有0.7到1.7左右的光度，会当伫日头落山了后西边的隔空，看到这粒卫星伫天顶闪闪时。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总统赖清德伫双十晚会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毋是咱的母国。赖总统的态度大家真硬，引起国际关注。那今年的双十演说主题是团结台湾，共圆梦想。总统伊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讲中华民国早就伫台湾、澎湖、金门、甲马祖定居，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是无属于对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嘛无权力代表咱台湾。总统嘛强调讲，无论百姓甲咱的国家号做中华民国，号做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台湾，咱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拢袂改变。这届演说，总统拢总叫对话中国有7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2届，甲台湾甲中国主权是切合更较清楚。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摆国庆演讲，主题是团结台湾，共圆梦想，强调中华民国主权去表达，会让台湾走向世界，在全球经济环境当中站稳关键的地位。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更要向全世界开枝散叶，迎向未来。规篇演讲是用看做关键字，显示6大重点。赖总统也用篇幅向中国发声，佮重新表示台湾有决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也愿意甲中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为中华人民带来福祉。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赖总统国庆演讲当中讲到46摆台湾，10摆中华民国，上尾也是希望朝野无分党派共同合作，强调会投资更较侪努力，促进国内团结，对外重大国家。不论喜欢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都要有共同的信念。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在很多场合，我们没有办法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是一样要有骨气，要有勇气，必须让世界知道，让年轻人知道，中华民国是存在的。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教育应该整合台湾各种无同款的意见，担任庆祝会主席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出4句话，话声爱世界知影中华民国存在。全文当中讲到15摆中华民国，6摆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伫双十演说，讲中华民国甲伫台湾偏澳、金门、马祖等军75党主权无属于中国。这款讲法，互中国是气甲噗噗跳。讲赖总统只是换一关出头，咧讲台湾独立。若中国咧是有派军机甲军舰来扰乱台湾，甚至佫放条讲要射火箭经过咱台湾的 ADIZ。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年内第一届双十节文告，赖清德总统甲中华民国113年伫台湾偏澳、金门、马祖75年的历史讲甲真清楚，互中国外交部起出。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接，重谈互不隶属、坚持主权等论调，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强调了这个落地生根这个概念，来源是各个地方很多地方的，但到了台湾之后，你又在地方生了根，这就是你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学者认为，赖总统谈话甲双十暗会讲的祖国论有接做伙，对历史甲法律来看，明确定位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调两华主权互相无隶属，而且以中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对方。前总统蔡英文是较接用中国或者是北京当局，较强调统治权互相无隶属，这有明显的无同。也就是中华民国的主权是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也是独立的，这种前提之下，要两岸关系能够和缓，我看是不太容易。赖总统似乎走向于这个中华民国的法统体系，这个跟民进党传统以来的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学者分析讲，赖总统的论述伫中国看起来就是两国论，不过无真正下过红线。两岸关系短时间内无法度缓和，也未恶化。也若外国媒体报道，解放军可能伫咱双十节了后进行环台湾的军演。国防部公布，对初到透早6点开始的24点钟内，侦测到27架载中国军机、9架载中国军舰继续侵略台湾，已经预告车早中国发射火箭会通过咱的防空设备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双十拢总有140多位外国贵宾来参加典礼，包括托瓦罗、圣卢西亚、帛琉、各美国众议员访问团。另外，赖总统嘛款待日本国会友台团体一花捆，希望日本首相就泡沫上任了后，咱的关系会当更较长道。甲托瓦鲁国总理戴维利昂某阿丘蒂希总统赖清德甲夫人伫双十国庆接受友邦圣文森、格瑞纳丁、圣卢西亚、帛琉等140个外宾庆贺。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莱斯克甲赖总统挨萨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高立平也到场等现代美升旗。日本前参议长山东昭子率领日本国会跨党派犹太团体一花庆，有5个人来台湾，其中参议员龙坡宏文，佫是台湾竞赛承诺缔造深化一代关系。赖总统也对请日本访问团食中昼等致辞时强调，但是无论面临喜事或者是天灾地变拢做伙，希望伫日本首相就泡沫的领导之下，代志前期佫较安。请代表台湾，代替台湾，跟岸田文雄首相跟他的团队表示感谢，感谢在他任内对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代为祝福石破茂首相，祝福日本在石破茂首相的领导之下，国运昌隆，百业兴隆，人民幸福。これからも必ず台湾との友情を一層深め、
そして共にインド太平洋地域全体の平和と繁栄をのために尽力していきたい。そのような思いを新たにし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针对罗总统国庆讲会，山东教主表示，罗总统为国家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日本参议员和田正宗是肯定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认为美日台三方已经到爱思考防护合作阶段，应对中国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朝鲜半岛的局势，北韩宣布要切断甲南韩相通所有的铁路甲公路，而且阁要伫边界加强军事设施。北韩讲，因会安尼做是要反制南韩甲美国的军事演练。北韩官媒朝中社网站刊出军方这个强硬声明，表示初九开始完全切断甲南韩相接铁公路，各地边境加强防御工事，各指控南韩伫边界地区真侪地点同一时间举行侵略战争演习，日头一直升级，加上一批美国核战略自产随时出现事态严重，决定采取更加强的反制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事实上，南韩伫今年7月就发现，北韩已经连续几个月伫高度军事化边境沿线设地雷甲路障。但提出的是，北韩进行伫7月到7月举行最高人民会议，接到任命罗公体做国防部长。会议当中，透过授权改变人民的工作甲投票年会，也通过新的工业甲经济法律。按过相关报道，无讲到是毋是删除宪法中有关两韩统一的内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今年1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当中，也提出修宪主张，将南韩列为第一敌对国，共产党和平统一这字句，引起国际高度的关注。北韩罕期切断通向南韩的铁公路，强化边防要塞，会进一步牵关朝鲜半岛的紧张态势。不过，为避免意外发生，北韩发布新闻时阵拍用电话通知美国军方，公司新闻将回避评价。中东的情势继续在滚价。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谈话。拜登呼吁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攻击，应该要减少百姓伤亡。联合国嘛有提出警告，讲黎巴嫩的人道危机是真严重，应该要赶紧停止。美国总统拜登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九讲半点钟的电话，这是两人这2个月以来第一摆直接沟通，讨论以色列报复伊朗10月7日200架飞弹攻击计划甲人道甲加沙紧急问题。拜登表示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不过应该尽量减少黎巴嫩百姓伤亡。北京发言人表示，电话内容真直接，而且有成果。国务院表示，美国无希望黎巴嫩的局势提悬。We cannot and must not see the situation in Lebanon turn into anything like the situation in Gaza. 不过，无偌久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表示，10月7日伊朗飞弹攻击行动已经失败，伊方的反击会付出惨重的代价。קטלנית, מדויקת ובעיקר מפתיעה. הם לא יבינו מה קרה ואיך קרה, הם יראו את התוצאות. 初九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几10架火箭，造成2位百姓死亡，是黎巴嫩地面战爆发以来第一摆有以色列百姓死亡。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攻击以来，已经发动1100多摆空袭，造成黎巴嫩7400多人死亡，120万人有路无处，真侪多地家庭住伫贝鲁特的学校避难。联合国警告面临灾难性人道危机。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普拉斯哈特初九呼吁交战双方回归顶个月，美国甲法国所提出21天停火上门谈判。联合国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特别代表警告，伊拉咧为战争甲气候变迁者，毋是因造成的问题，遭受暴力、性侵、腰击甲流浪艰苦。公司新闻是非常重要。美国的墨西哥湾沿海地区打起予飓风海伦霜冻，即马阁有另外一个飓风明尼顿扫过去。外国媒体讲，这粒风台是100年上强的怪物。这明尼顿形成无到10点钟，威力就变强到5级这悬，而且还未定了进前，佛州就发生加利亚风啊。CNN 甚至是警告讲，一寡所在饮水的饮3米遐悬。当飓风杀入去佛州了后，威力继续的减弱，变1级飓风。不过风雨同款是真猛，福州有要300万人是无电通好用，毋若做大水，这徛家嘛飞顺去。
米尔顿风台渐渐瓦近，不久谈拍市区的风雨真大，公路监视器和风渗甲海来海去。迈尔斯堡海堡的一间厝的游泳池因为海水倒桥来淹水，受到墨西哥湾海水温度升高的影响，米尔顿的规模愈来愈大。无10点钟就对热带性风暴一时间变做5级的风台。对国际太空站翕的米尔顿风台的暴风范围非常大，而且结构真坚固。米尔顿车到登陆不久，中西墨西哥湾的西埃斯特基，风速是3级的风台。国家风台中心预测米尔顿会向东北方探过佛罗里达半岛出海。虽然强度有继续减弱的趋势，不过米尔顿透强风落大雨，专家预估讲会带来地灾性的雨量。不久的州长也呼吁民众爱防灾。Stay put until the storm is past. If you are in Sarasota, Manatee, some of those areas where the eye of the storm is going, it may be where things calm down for a minute. Just understand that means you're in the eye. It's going to go back and get really nasty very soon. 2礼拜前，海伦风台才侵袭美国墨西哥湾沿海地区，强度甲路线真古怪的米尔顿接力报道，州政府下令撤离200万人，并且部署防灾物资甲几6千名救援人力，另外阁有5万名的电力维修人员来待命。美国总统拜登也打电话予不久的州长，承诺讲会予因物资甲协助。也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Trump 散布海伦风台救灾的白贼话。President Trump has led this onslaught of lies. Assertions have been made that property is being confiscated. That's simply not true. They're saying people impacted by these storms will receive $750 in cash and no more. That is simply not true either. 过去1年半以来，墨西哥湾加入比海甲大西洋的海水温度已经近挖历史新高的纪录，致使风台的规模增大变强。米尔顿也被登陆进前，不久的迈尔斯堡在内的部分地区也想传出更厉害风灾，也让予米尔顿受过古巴也因大水成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是韩国查某作家韩江得奖，伊是韩国第2个诺贝尔的得奖者。韩江伫咧1970年出世，是韩国文学界上届有国际影响力的查某作家。伊嘛是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伊伫咧2016年的时阵，就以小说的作品《素食者》摕到国际文学奖，伊是亚洲第1个人。今年又搁摕到诺贝尔文学奖，毋但是韩国第2个得奖者，嘛是亚洲头1个文学奖的查某得奖者。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去年底上任以来，实施一大罐的经济改革，要整顿国家的财政，压制通货膨胀。这款做法呢是引起大规模的抗议。最近因为米雷伊否决公立大学增加经费法案，致使学校人员无法度加薪水，所以有几6千人上街头示威，和警察起冲突。一部警察摕盾牌和示威的群众开始相殴，甚至摕番茄水去喷抗议的民众。急救人员较紧过去到处理。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对2023年底上任以来，就少参讲要改变国家财政歹的情形，但伊提出规寡缩按财政的政策，所互民众拢总生气啊！前日才发生几千个学生去街仔路抗议米雷伊削减免费大学教育的经费，再到各地街仔路爆发警民冲突。这是因为米雷伊佮动用好决权，反对定期增加公立大学经费的法案，这项法案是为了要互教职员降加薪水，来减轻阿根廷年通膨率高达236%造成的影响。但是米雷伊的反对会造成大学的教职人员失去差不多40%的消费力。Están atacando la educación, están atacando la cultura, la salud pública, odian al pueblo, odian a la clase trabajadora, odian al pobre. Mucha angustia, realmente mucha angustia. 米雷伊讲，替教师来加薪水是无合理的。虽然米雷伊所属的政党伫国会是少数，但是因已经和保守派结盟，阻止总统的否决权防推翻的可能性。经过4点钟的投票了后，国会伫初九接受米雷伊的否决权。这是伫9月否决调起退休金了后，执政党搁一摆的胜利。初10国立大学工会联盟嘛发起罢工，要求教职员莫入去教室，甲抗争的力量加大。Y estamos pidiendo que los diputados nos escuchen, que rechacen el veto, que voten a favor de la Argentina. La educación es la base para que el país siga en crecimiento.
规定的通膨率有3位数这么悬，公立大学的经费无增加，等于实际上是一大半的预算通抬掉。但连上好的学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拢因为资金无够，要面对关起来的危机。米勒伊对经济所案的政策和休克疗法，无到一档，就已经造成至少10万民众行起的街路，表达因的不满。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日本呢有一个18岁少年人，伊顺利爬完全世界14粒8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创下顶3届上少年的新纪录。这过去38天来，敢若50个人有达成这项挑战。18岁尼泊尔雪巴人人吉吹到四下邦马峰，成功登顶的迄一刻也创纪录。伊是前福全球14个8000公尺以上关山上少年人，感谢另外一个雪巴人加布大卫伫2019年30岁达成的创举。伊讲，这摆攻顶，毋但是家己个人努定相关的成就，也是向每一位勇敢超越传统界线的雪巴人致敬。爬山毋但是努力付出，佫是雪巴人力量韧性甲热情的证明。出发进程也因为差一组夺下纪录，受到国际注意。This is a very big kind of advantage for the Sherpa community and even for me and for everyone. You know, like because before this, you cannot imagine a teenager doing the 14 peaks. You know. 永靖福全球14个8000公尺以上关山无简单，目前有差不多50人成功。因爱用穿过空气当中，无法度长期维持人类生命的死亡躯壳。意大利登山家梅森纳1986年完成，迄时阵用16年，即马干了这个月到20人已经完成13组，特别挑战成功，因自己伫西藏准备完成梦想。You're finishing Indo, so I want to finish it. If you can climb it in a fast way, why not to try? It's another challenge. 这人有的是受高收视纪录片的刺激，有的是因为高科技的协助，更较有胆识。爬山技术、天气预报甲后勤资源的进步，拢互以前无法度达到的目标，成做更较简单。公司新闻恩文林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